1022尺三房一衛，12樓朝西北方向，全屋品質裝修，擁有超大廚房，做咗高檔鞋櫃，總價係75.8萬。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位於萬象郡一期，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下啦。呢一棟樓總高32層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喺12樓，2梯5戶佈局，從電梯出嚟，穿過走廊就嚟到咗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啦。入門就係玄關位置，左手邊係做咗成牆嘅訂製鞋櫃。繼續往前行，我哋嚟睇下廚房嘅情況啦。廚房本身嘅面積係48尺，但原屋主將佢同門廳打通咗，所以成個空間就非常大啦。整體格局係成一個 L 字形嘅，喺星盤正對上嘅位置仲有埋通風窗添。而門後邊嘅呢一個空位係可以放到一台大冰箱噶。出返嚟就係客廳嘅位置，整體面積248尺，客廳開間係3.4米。餐廳位置係放咗張4人餐台，客廳嘅頂上安裝咗吊燈作為主燈，仲加埋一啲燈帶同射燈添。後邊位置放咗張長沙發搭配茶几，而前邊係做咗個特色嘅背景牆，加埋電視櫃。往前行就係露台啦，整體面積51尺，朝西北方向。喺呢個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樓下嘅商鋪情況。樓間距大，視線無遮擋，眺望遠處仲可以見到部分山景添。行返入嚟客廳嘅位置，整體嘅裝修上邊都係以現代化簡約為主，令人望落去非常之溫馨同埋舒適嘅。下邊我哋一齊嚟到走廊去睇下每個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我哋嚟睇下第一間房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87尺，朝西北方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，喺度望出去嘅景觀同主露台基本上係一致嘅，不過左邊嘅景觀就有所遮擋。房間面積係全屋最細嘅，可以考慮用作為書房或者係工作室都得㗎。行返出嚟，我哋嚟睇下第二間房啦。呢間房嘅面積係133尺，朝西北方向。房間入邊自帶一個大飄窗搭配窗簾，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景觀同主露台嘅基本上係一致嘅。樓間距非常大，景觀無遮擋，視線開闊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8米嘅大床同一個大衣櫃噶。再嚟睇翻第三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93尺，朝西北方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，喺度望出去，視線有遮擋，景觀就麻麻地啦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同一個衣櫃噶。出返去，我哋再嚟睇下公共衛生間嘅情況啦。整體面積係38尺，朝西南方向。前邊位置係安裝咗洗手台加埋鏡櫃，配備咗馬桶。淋浴區域係做咗乾濕分離嘅設計，可以見到嘅係牆身嘅瓷磚都係非常有質感噶。最後嚟個小總結啦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全新現代化品質裝修，擁有超大廚房，只需要買簡單嘅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簡介俾到你噶。萬象郡一期呢個盤從2014年開始預售，2016到2018年陸續收樓，當陣時係賣緊6000到8000蚊一方，到而家已經差唔多有10年樓齡啦。由雅居樂物業管理，管理費係2蚊8毫一方。成個小區採用緊圍合式嘅設計，由東南面入口開始，有條南北走向嘅景觀主軸，將生態湖、園林、泳池同埋草地連成一片，景觀層次好豐富。雖然話已經有10年嘅樓齡，但係園林都保養得幾好㗎，環境安靜又方便，入住率都唔算高。
喺小區外邊有條商業街，門口就有大超市、快餐店同埋生鮮市場，日常生活好方便。旁邊仲有間幼兒園，屋企有小朋友都可以就近返學。而行幾分鐘就到萬象郡柏岸嘅巴士站，有130蚊直通巴返香港。T91巴士18蚊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。而931巴士更加係抵到爛啊！1蚊雞就可以直達拱北口岸。60歲以上嘅長者仲可以免費搭車去中山同埋珠海嘅市區。去大潤發順昌廣場大約係15分鐘車程，到山姆會員店就20分鐘左右。最好嘅係柏岸嗰邊嘅餐飲店、汽車美容、生鮮超市同埋髮廊都係應有盡有。夜晚仲有小食街添，住喺萬象郡一期，既可以享受咁多嘅配套，又唔需要受到油煙嘅困擾。而家小區嘅二手放盤都幾多㗎，如果對呢個盤有興趣嘅話，隨時可以聯繫我哋嘅客服了解詳情。對三鄉唔熟悉嘅朋友，可以睇我哋之前介紹三鄉嗰條短片。覺得呢啲資訊有用嘅話，記得幫手轉發同埋點讚喎。你嘅支持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